喺香港，好多豪宅都可以用錢買到，但有一種物業係用稀缺性嚟決定價值。呢度就係位於港島薄扶林嘅 Mount Porphyrim，整個項目只有7座獨立屋，而家只剩3座。喺呢度7分鐘到 IFC， 住喺寧靜嘅山海環境入面，但生活圈其實就係整個中環。呢個超過1200尺私人花園喺港島市區已經非常罕有，更特別嘅係花園入面仲設有升降式泳池，平時係寬敞嘅戶外空間，當泳池升起嚟嘅時候，就變成一個私人度假會所。客廳空間非常震撼，樓底4.5米，再加埋整面落地玻璃窗，自然光滲滿室內。室內設計由名師打造，天然石材、木質元素同埋柔和米色搭配得非常高級，有質感。中央水晶吊燈、雲石餐台，整個空間就好似一間精品酒店嘅總統套房。主人房空間非常寬敞，設計簡潔得嚟好優雅，仲連埋露台。主人浴室除咗用高級石材，仲配備私人桑拿房。喺屋企就可以擁有一個真正嘅私人 SPA 空間。講真，好多時就算有財力、有預算、有時間，都未必做到合心意嘅精緻有品味。但係而家已經有一套幾乎無可挑剔嘅現成大宅，可以直接拎包入住。好多驚喜嘅細節，鏡頭真係好難全部呈現出嚟。所以呢間屋，我真心建議各位老闆親自嚟睇睇，感受呢座屬於鑑賞級別嘅超級大宅。